各位家長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我經常都會聽到家長同我講一樣嘢，就係你問佢哋嘅細路將來想做乜嘢啊，佢哋嘅小朋友就唔知哦咁樣，完全冇 idea 嘅。咁跟住啲家長又問我，哇，咁有咩辦法啊？咁樣，又或者有啲家長經常問我就，哇，而家咁嘅世代有啲乜嘢嘅工，有啲咩嘅專業或者學科讀完之後會易啲揾工啊咁樣。其實呢啲係好睇學生興趣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冇 idea 嘅話，我認為啊，而你嘅小朋友係 Maths 又好 Science 又好嘅話，咁的確可以考慮一下我而家今日俾嘅建議嘅就係 AI Engineer 啦。咁我哋今日就會探討其中一個現代科技領域入邊最具有爆發力嘅職業，我哋稱呼為 AI Engineer， 即係 AI 嘅工程師。因為就算你可能係做到呢一個崗位嘅一啲我哋叫做基層嘅技術崗位，其實都可以喺而家已知嘅一啲新聞同埋數據會顯示佢哋的確係有年薪8萬嘅美金8萬啊。咁當然係屬於頂尖專家嘅領域啦。咁其實整體上嗰個趨勢就係 AI 工程師係崛起緊㗎。咁究竟係咩原因會令到 AI 工程師會成為一個好熱門嘅職業呢？咁我哋今日會深入去剖析一下。我仲記得我當年讀書嘅時候，普遍家長都係講緊一係就希望個仔女做醫生，一係就做律師。咁其實可能而家都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未來10年、20年係咪咁呢？我覺得就真係未必啦。因為 AI 呢一樣嘢真係好新同埋好有爆發力。咁根據一啲數據嘅話，其實一啲頂尖 AI 工程師嘅年薪啊，已經去到120萬。咁仲要係美金啊，唔係港紙啊。咁即係可啲好出名嘅，你都可能會聽過噶啦。OpenAI、DeepMind、Google、Apple 呢啲，佢哋全部都好願意去為一啲頂尖嘅 AI 人才去俾一啲好高嘅薪酬，因為佢哋唔想落後，所以佢哋要最好嘅人才。咁包括好多唔同嘅領域嘅，其實你可能會聽過一啲就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生成式 AI。其實 AI 而家成為咗一個好大嘅領域，你唔需要成為一個全才，你只需要一個大嘅領域成為某一個小嘅領域嘅頂尖專家同人才，咁就已經足夠噶啦。咁有啲預測就係講緊2026年可能需要200萬個 AI 嘅專業人才嚟㗎。其中 LinkedIn 做過一個報告顯示，就係2024年增長最快嘅職業呢，其實正正就係 AI 工程師啦。咁因為AI 實在係可以用到太多地方，包括建造業啦、製造業啦、零售業啦，甚至係好多行政方面啊、銀行啊，都會對 AI 技術有要求。第三 ，AI 領域嘅一啲里程碑事件就可以追溯到去2012年嘅。其實當時咧係因為一啲多倫多大學嘅一個團隊，咁佢憑一啲技術贏咗一個比賽，咁從而徹底改變咗 AI 嘅發展嘅軌跡。所以而家可能過咗10幾年之後，開始大家發覺咁勁嘅喎，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大企業。咁跟住 AI 嘅工程師就橫空出世，轉向商業應用啦。因為好多時候學術同商業應用係差好遠嘅，好多嘢學術上出咗嚟，但係用唔到喺商業啊嘛。但係而家 AI 呢一樣嘢正正就開始慢慢由學術領域步入咗去商業應用嚟，呢一個趨勢家長係唔能夠忽視嘅。第四，生成式 AI 嘅崛起啦。2022年同 AI 相關嘅職位增長咗68%嘅，咁其中生成式 AI 係貢獻咗超過一半㗎。咁你可能都聽過好多唔同嘅工具，例如 Google、OpenAI 嘅 ChatGPT 都係有廣泛應用㗎。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大眾開始接受咗呢一樣嘢，代表佢嘅需求會增加，需求嘅增加自然就會導致對於工程師需求嘅增加。第五，巨額投資同埋未來嘅趨勢，由於呢一個可以叫做當頭起嘅一個職業，咁你可以預計投資者啊、公司啊，甚至全球一啲頂尖嘅企業，唔係淨係限於科技企業啊，可能係銀行啊，佢哋一定會投資好多錢落去嘅。投資多錢代表職位就會多，即係好簡單舉個例子啫。例如 Apple 計劃諗住喺德州投資500億美金做一個 AI 研究中心。當年我讀書嘅時候係完全冇呢一個 industry 嘅存在嘅，叫 AI。咁但係而家直頭成個 industry 慢慢出咗嚟，而呢個 industry 你會見到佢未來10年係越整越大，唔需要所有嘢都識晒，你只需要喺呢個大領域入邊揾到你有興趣或者你嘅專長，就已經足夠可以揾到你立足之地。AI 工程師現在呢個薪酬可以分為3個等級嘅，初級嘅工程師即係 Junior 啦，25至35萬美元，咁去到中級工程師咧，你講緊45萬嘅美元左右啦，高級嘅你可以去到75萬至120萬美元噶。總括嚟講，我認為AI 工程師真係一個全球嘅革命嚟嘅，甚至係一個全球經濟結構嘅一個重新嘅洗牌。咁如果你能夠捉住呢個機會，或者小朋友能夠捉住呢個機會嘅話，可能係佢改變一生嘅決定。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嘅話，俾個讚我，訂閱我哋嘅頻道，最好撳一撳鐘仔，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我哋下次再見，拜拜。